今日分享一下位於西貢嘅聰明茶座。今次係故地重遊，記得上一次嚟已經係10幾年前嘅事，對佢嘅印象都有少少模糊。餐廳位於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入邊。我哋今次揸車去，嗰度有停車場，仲係免費。今次星期日晏晝去到，竟然仲有車位，真係高興。聽講平時呢啲車位都好搶手。餐廳分室內同埋室外兩個部分。今次我哋坐嘅係室內，有冷氣，非常舒服。佢啲裝修都好簡約，但亦都好有呢個度假 feel。至於點餐方面，可以用手機落單，不過我都係出咗去 cashier 嗰度點菜。落完單之後即刻俾錢，我係用信用卡愛嚟找數嘅。俾完錢之後返座位等嗌名，跟住 number 取餐。我鍾意食披薩，大家都想食披薩，所以我今日散叫咗一盒夏威夷披薩，即叫即整，新鮮出爐，要趁熱食，味道都唔錯。汽水放咗喺雪櫃，罐裝嘅自己拎。我今次叫咗罐芬達。套餐有漢堡包，今次嘅漢堡包係炸魚柳，佢個魚柳炸得好鬆脆，口感真係唔錯。薯條啊大條，大家都好鍾意食。套餐包飲品，今次叫嘅係凍檸茶。喺室內用餐之後，我哋都去室外睇睇。其實嗰度環境更加舒適同埋清幽。嗰度仲有一張俾人打卡用嘅吊椅，背景係青山綠水，非常美麗。呢間餐廳特別之處係由一班聽障人士經營。餐廳嘅水準唔錯，食物好味，環境亦都舒適。大家有機會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。